哇！呢個屋苑真係離晒大譜，高鐵4個站咧就可以直達香港西九龍。total 30零萬你就可以入手呢度一套70平方嘅複式現樓。咁睇樓下就係佢商業體啦，有步行街啦，同埋呢個11萬方嘅大型商場，由朝行到晚你都唔會無聊啊！仲有1+1嘅大型超市，日常買餸都係超方便嘅。萬達影城啦，夜市美食街，夜晚燈火通明，繁華到痹啊！所有嘅生活配套全部有晒，完全唔使周圍走，同喺香港生活節奏簡直一模一樣啊！而且離南頭輕軌站咧先係3公里左右，5分鐘嘅車程咧就可以到達。港珠輕軌咧專門高鐵4個站直達香港西九龍，兩地通勤非常之便捷。今日實地同大家睇呢套帶有裝修嘅複式現樓，買一層送一層，最正嘅咧係佢呢個雙鎖匙嘅獨立入戶設計。咁睇下1樓一個門。咁2樓呢邊咧亦都有一個門，完全係獨立分開嘅。咁你可以1樓自住啦，2樓出租，又或者係2層都租俾人哋，收2份嘅租金都係完全冇問題嘅。總價先係30萬左右，月供輕輕鬆鬆。我了解過附近嘅單間公寓都租到成1000蚊一個月。咁呢度2層分開嚟租，每個月隨隨便便收翻2000零蚊嘅租金，完全都係冇問題嘅。如果想攞更多詳細資料嘅老記，又或者上嚟實地睇樓嘅，歡迎評論區留言。